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哎，敏华，我觉得你最近还蛮常做面包的，我有试吃，不错吃，真的不错吧？因为食安风暴之后啊，我觉得外面的面包我真的是不太放心，所以呢，我都自己 DIY 哦。而说到面包，面包就叫做面堡。面包啊，就是面包的意思。我最近刚刚开始学做面包，然后我觉得啊，一家人一起做面包啊，真的还可以增进情感。那其实除了面包之外，很多的材料我也都是自己来哦，像是巴达我就自己做。巴达呢就是奶油的意思，其实做面包还真的不难哦，只要备妥像是面粉，还有 galang， 也就是鸡蛋就可以咯。galang 就是鸡蛋，没错。那如果我们要教给大家自己做面包，健康又美味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自家做面包，空客又好食。自家做面包，空客又好食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试试看自己做面包哦。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做面包吧。好，来，第一个要加的是面粉，高筋面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接下来是放 galang 吗？没有，要先加老面。哦，老面。接下来是水，再来才是鸡蛋。galang 是最后放就是了。对。那现在就要加巴达了吗？不行，要等到拉出筋膜才可以。哦。现在是面包整形的阶段。所以现在就可以用 galang 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了，这样就熟喽。哇，也太棒了吧！大伟哥，自家做面包成功，成功，耶！哎，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学做面包还有烘焙的人还真不少哎。真的，像是我的烘焙老师哦，他堂课都是满的，很多人去跟他学做面包哦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面包了。面包要怎么说呢？面包就是面包。对，面包就是面包。还有做面包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奶油才会香香的啊。奶油呢？奶油就叫做巴达。巴达就是奶油哦。还有不能少的一个食材就是鸡蛋了，鸡蛋就是 galang 就是鸡蛋。还有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这句话呢，就是自己做面包，健康又美味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自家做面包，空客又好食。自家做面包，空客又好食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一块来 DIY 做面包，看看自己做的面包是不是真的很好吃。我们下次见。